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由上主村甲三观路有线电视所主办的卡拉 OK 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第一场初赛21号暗时正式为安南区展开。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比赛配合有线电视的行动创新甲改变，有全新的规则、全新的评审甲全新的呈现。最后经过激烈的竞争，永庆组甲社会组分别由张金城甲黄博如拿下初赛第1名。伫台南社区大厦台江小精灵甲菲尔利舞团的热烈开场，第12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比赛正式对安南区伫12点蓝天宫的庙埕展开初赛。会中包括副会长郭信良、议员王景德、李忠诚、安南区长甘升基，甲10位安南区里长等贵宾拢到场为活动赞声，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咱12点地府千岁的农历18要生日所做的一连串的活动，不但对咱庙的贡献真大以外，伊讲过只要以为伫遐一天。伊逐届歌唱比赛一定由倒来伫咱安南区12点。这个当主教你做啊真好，我当主教来拍一个婆爱，拍一个婆爱。掌声鼓励。哇，真正赞！这经过中间内底经了的真好。啊，今仔歌唱比赛伫咱安南区遮第几届啊12届。12届哦，一起年。啊嘛讲一起年是真长的时间。啊嘛无简单咱上司生三冠龙所有的团队甲遮咱的主管甲组人员遮尔用心啦甲咱筹办每一年拢办甲真成功、真顺利、真热烈。啊嘛讲即个企业足在地企业吼我是足关心咱地方啦。为中有线电视董事长新兼蓝天宫主任吴顺德表示，每一档卡拉 OK 拢特别选定地府王爷圣诞来拍头阵，已经是一种传统甲祝福。互所有乡亲一听到要比赛，就甲王爷接受联想做伙。就是借着体育场就讲的这个新闻伊的这个现象，包括伊的圣诞这个时场来互咱大家所有伊嘛足希望愈侪人来过，伊愈好。咱从安尼卡拉 OK 比赛。愈侪参赛者，愈侪乡亲来现场，安尼感觉我相信咧唱歌的人愈唱愈感情，吼，咧讲话的人嘛愈讲愈辣，所以这个掌声是需要，所以用啊讲有侪侪特别交代阮遮华师的，一定爱互较侪乡亲来过这个七彩平桥，伊这嘛是伊的特色，生命特色。所以遮再次欢迎所有的参赛者，所有的乡亲，包括按这个裁判评审老师来同款所以欢迎大家6月18日，农历的6月18日，国历的7月30，礼拜去过迄个8日，迄个晡2点半，阮就准备素食平安娱乐大家，然后准备来过7个平桥。有线电视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去乡亲踊跃报名，同时拼歌艺、拼造型嘛拼人气。今年特别的是，除了全新的规则、全新的评审甲全新的呈现，每一场初赛嘛增加有线电视的有奖征答，向乡亲小解行动客服 App 方便性，加上32寸液晶电视的模彩加免开食冰机，场面相当的热热。最后，安南区初赛成绩出炉，永庆组前3名分别是张金城、江锦英甲方月月。另外，入选2名优胜，则是蔡庆熙甲陈文清。另外，小会组前3名黄博如、吴金哲甲郑阳之，2名优胜，则是吴宏宇甲叶金芳。
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同时，安南区初赛实况对7月2日开始，伫第3甲第4频道拢会分段播出。咱的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了运动员的健康，特别甲安南病院进行签约结盟。上午签约以后，安南病院将会提供专门的窗仔口来协助国家运动选手的医疗咨询，并且结合中医甲西医，帮助运动选手达到上介好的状态。安南病院甲国家运动员训练中心签署着合作备忘录。安南病院这方面将会运用着中医、西医以及营养学专业医师，要来帮助咱国家的运动员进行身体调整，可以当维持上介好的状况。安尼合作，双方拢相当期待。再进一步的是跟这个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我们开来异业结盟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骨科的团队跟中医的团队，那这两者刚好在这种运动医学上哈，尤其是在台湾或这个区域哈，我们都可以适应这个运动员的需求，然后对西医的诊断、中医的治疗等等的结合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了哈。尤其是我们的中医是部门特别强哈，我们有中医师有13位中医师，所以不管是在运动的这个训练上，或是在初步发生的治疗上，或者是我们的绿色通道，我相信哈，如果有这个结盟的话，对彼此哈，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哈。所以，真的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们除了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之外，当我们在亚运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计划，怎么样让这个运动医学呢，再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会有在更多的需要来跟安南医院这边做这样的一个互相的配合。安南病院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正式签署着结盟的合作备忘录。伫咧未来，病院也将会提供这全方位的诊疗团队来照顾，希望用上界专业的角度帮助咱国家的运动员解决各种身体上的问题。咱的新闻网草采访报道。为了疏解南科上班的庞大车流，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到现场会勘，争取为树果大道往南延伸到开辟当中的北外环道，希望有效改善南科塞车的问题。南科树谷大道以及新港社大道等等的道路，伫南科园区内底通行已经相当方便，但另外道路的部分依然有需要改进的所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协同市议员林志典上午就到现场会勘，嘛听出市府干务局未来对该土地交通网络的简报。黄伟哲表示，伊认为树谷大道会当搁再延伸到对面这片空地啊，连接到外围的道路来疏解车流。树谷大道走到底，这边就没了，就是树谷大道走到这边，这边就碰到墙壁。好，那我们现在位置这边，那我们要争取的部分呢，这个树谷联络道是从这里一直拉到北外环3期，因为北外环3期今年的1月已经开工了，估计38个月的工程期就会完工。如果北外环3期这边完工了，接1期这边过来，其实他们这边如果我们这条没有开的话，就都从这边树谷大道绕半天绕过来，好，那坦白讲是蛮长的。所以说，如果树谷大道这边可以直接接通北外环3期，接下来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争取中的北外环2期，工程经费58亿，已经通过环评，已经在设计了。好，设计好了以后，等行政院如果核定了这个2期，这样下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争取北外环4期，4期是现在还在规划中，都还没有通过环评，还没有通过环评。好，所以说呢，如果说到时候3期、2期、4期就通过来，就可以进入市区，那进入这边安南区，这边进入永康区都很方便。黄伟哲表示，一旦这块道路开通，将会当串联南科、台南工业区、永康工业区以及永康科工这4大产业园区，并进一步带动着台南的整体经济发展。
台湾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最近军下场的政见发表会，不但有看到市府官员列席，甚至阁为伊的政策背书，也因此引起南营多位议员的不满。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批评市府违反行政中立，另外也认为这些政策拢是市府原先的规划，结果参选人起来做政见，认为是偷窃的行为。对河尾路拍通，换来糖厂拍片影城，到城市音乐馆等最近立营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所提的政见发表会中，拢有看到市府官员到场列席。虽然市府表示这拢是民意代表的邀请，不过却引发南营议员的不满，批评市府违反行政中立，甚至参选人阁将市府原先规划起来当作家己的政见，这种的行为就亲像贼仔同款。变相的站台啊，变相的行政中立啊，变相的违法哦，这明显的嘛，这个是要来个徛台的嘛，这你们已经违反到，变相的造势活动啊，这个是你已经是违法啦，哦，这个行政中立无一届做啊像，但是这届选举。这个才离谱，按这个我制度第黄伟哲感觉伊选举可能危险啊。市政府毋是听偌清楚的，无恁这单位敢当讲去参加破坏行政中立，黄伟哲讲咩？这个小偷的人会当做未来市长，拢窃占政府的资源的资讯，做伊的证件，这人会当做市长，这个人品竟然会当做市长，我实讲我看不起。其中较严重的，阁有台南公园这件。议员翁玉峰认为，台南公园早伫今年2月就被公告文化景观，而且为了公园的复育，真侪草皮拢禁止民众来进入。不过，还是有参选人公开伫草皮大径开记者会，批评市府失职一定要严办。台南市政府已经开始启动保存维护计划，台南市政府已经启动的计划，然后你来这里。请这些官员13等的官员、12等的官员，请他们来当人肉看板，来帮你背书，来当你的临时演员。那个保全没有尽到责任，那保全工作还能够交给他们做吗？这些人要不要开罚？第一件事情，公务局你们要避嫌，你们没有行政中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撤除那2个保全，然后要开罚。那一天，所有站在那个绿地上面的人。不要告诉我们他是来支持绿地富裕，他是来摧残那个绿地的。对此，市府工务局公园管理科长林玉如表示，是毋是要开发，是要看草皮破坏强度，而且强调动工出席是受邀，而且现场嘛有爱手团体在场，强调绝对毋是市府主办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年1度的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将要登场，市府文化局今年邀请7大元老庙，甲7间饭店合作，用每一位元老的特色打造属于因家己的点心。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出席记者会，为活动来做宣传。接着要欢迎第3组入场的是我们台南大圆皇冠假日酒店以及正统护我们圣母庙。手上捧着甜蜜的点心，元老甲总铺师共同走入会场，为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来做开场。为着要行销台南的元老文化，市府首创元老的餐点。今年再度以着甜点、下午茶来做主题，邀请着7大元老庙甲7间饭店来合作，打造7款属于元老的限定甜点。七夕爱情嘉年华哈，那我们有7间月老庙。跟7间饭店一起合作推出包括饭店的这个优惠的住房，以及这个下午茶、甜点的这样的一个餐点来欢度这样的一个情人节这个七夕。那另外我们每一间月老庙也都有各种的不同的专长，那有的这个是有阔嘴。那么很会讲可以把这个本来不成的姻缘可以讲到成功那有的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擅长远距的恋爱，那有的是专长是在斩断烂桃花
那有的是醋杆子如果能够才可以让对方回心转意哈。所以我想每个月老都有他的专长，那很值得年轻朋友一起来这边来祈求爱情能够成功顺利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唔单只有玩乐的地点，市府文化局更结合了15间饭店的业者，首度推出饭店约会季节系列活动。规划了有7台有外椅导览能力的玩乐计程车，伫咧市府提供载客服务，嘛甲7间饭店来合作。推出玩乐的浪漫下午茶，就是要去引民众来台南过七夕情人节。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小看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基比医学中心第3届小小医护志工体验营，今年总共有48位小朋友参加。透过逼真的情景来学习安怎处理外伤，以及做 CPR， 同时了解正确的用药观念。基比下中心医疗服务社连续3档伫迄热时举办小小医护志工体验营，今年参加学生大部分拢是院内员工的囡仔，年岁对6岁到12岁拢有。活动课程主要有外伤处理、紧急救护以及营业安全等等。还适合项目相当有教育意义，而趣味活动嘛，互每一位参与的小朋友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再把那个优点擦掉 ，OK， 一次就好，就棉棒丢掉了哦。暑假来了，我们希望给小朋友一个活泼快乐的暑假活动。奇美特别办了一个医疗体验的夏令营。对于小朋友啊，都是小学生的小朋友来我们医院，我们教他一些医疗常识、医疗照护，让小朋友呢从这中间可以体验到很多医疗的辛苦，还有医疗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还有技术。希望可以让小朋友从小扎根在心里埋下急救的种子。他如果在路上遇到这个需要急救的这个病人他可以马上出手相救给他 CPR。跟给予 AED 的电击可以让这个病人有更好的预后。那此外，我们今年也有一个特别的伤口拟真的一个处理那让小朋友可以正确的在第一时间学习如何去处理伤口。基比下中心运用生动的结合逼真的情景，加深小朋友学习的兴趣和重要而且正确的医疗常识，会当自细汉的了解。必然若拄到紧急的状况，就当利用课程当中所学的马上来急救。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全国少年下跪篮球锦标赛21号伫台南登场，来自全国各地45支队伍，分别伫后甲国中、东港国小以及南大附小进行为期5天的比赛。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现场，为选手加油。2018全国少年下跪篮球锦标赛，今年由中华民国少年篮球协会台南分会来主办。21号开幕即天，来到真侪贵宾到场致意，同时也颁发奖状，表扬积极推动篮球运动学校，感谢因培育小选手的用心。主办单位嘛表示，
用夏季锦标赛参赛队伍大部分拢只有20队左右。为了加强推广，协会特别结合安平区公所的力量，提供安平观光导览行程，成功吸引济队伍参加。台北少年篮球发展协会总会的校区邀请赛，今年是第4个年头。以往来参加的队伍大概都20几队而已。今年因为我们有加入一些府城导览，所以全国各地的国小就看到这个机会就踊跃的报名，所以今年暴增到50几队。最主要的，我们少年篮球最主要的发展就是让小朋友快乐的打球，而且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的一些基本动作，还有团队精神，就往下使篮球运动能够往下扎根。今年夏季篮球锦标赛比赛期间是21号到25号，分别伫后家高中、人工国小以及台南大学附小这3间学校的体育馆来举行。主办单位欢迎对篮球运动有热情的朋友做回到现场为选手加油。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议员王家珍所发起的第1届人身安全仪场杯公益比赛，8月12号将伫德公里活动中心举办。上午记者会特别邀请全国人身安全公益志工协会总干事甲志工到场做正确的示范。现在社会事件不断，民众如何避免遭受伤害？当然，自身的安全就真重要。长期来，以推广人身安全公益志工协会总干事张水泉表示，因为人的性命是袂使回头的，一旦性命遭受威胁，会晓人身自我保护就真重要。人身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相信大家都知道，生命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报道，在台湾一直重复不停的在发生这些暴力的事件，甚至呢这些紧急救难的事件，我们看了都非常非常的不忍心。所以说呢，我就号召了一群志工朋友，然后呢一直在推动这个人身安全。有一位老师，有一位教练，长年以来在推广如何自救救人，保护自己，也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可以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这是我们所以起心动念要举办这一届人身安全义奖杯公益比赛的源头。现场除了志工现身讲法，另外张教练嘛甲志工亲自示范几招自我防护。不管是空手，或者是遭受武器的威胁，拢会用得轻松应付。女人跟男人比起，你绝对比不过去。所以他如果来熊抱你的话，你在那边耗你的力气，其实没有用的。所以，请你第一，你瞄准我的下阴打下去就对了。如果说呢，你的手还被我抓住的话，第二，你还可以怎样？踩我的脚趾头，直接把我的脚趾头踩碎。踩碎。第三呢，你踩我的脚趾头，或者是你攻击我的下阴，男人第一个反应会怎样？痛，放开，你就往后再一拳从我太阳穴打下去，全部都解决了。教练强调，会晓自我安全维护，是要让你有时间来逃离，并不是正面甲歹徒去冲突。因此，该协会嘛将伫后个月12号，伫德公里活动中心举办大型的公益活动。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就是乌阴底渐转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